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姑刘浩明。其实也几年睇我哋客家委员会，同时睇我哋嘅广东人嘅大力嘅推動之下，我哋客家文化對我哋後生人來講嘅話，已經唔係講過成熟嘅一啲事情咧。但是而家後生人哦，如果用自己嘅方法，把而哋客家文化、而種認識嘅一啲客家話，用無腔嘅方式去推廣出去。我哋今日邀請到係來自我哋台東嘅客家少年團，而哋用以前嘅即個方式咯，去推廣而哋嘅客家文化，同時而哋嘛提供，而哋用樣嘅方法去學習而哋想要學習嘅客家話。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客家少年團嘅小優來講先生，小優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東嘅小優。同時，今日來到我現場咧，係有我哋咧台東嘅客家少年團嘅小白車阿七姑。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阿七姑。今日各位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我有談到咧台東客家少年團呢啲事情，因為我都發現到過客家少年團客家話用少年嘅方式，可是學習嘅話，我樣咯，但係後來我就看到人哋 YouTube 上面嘅影片。我發現哦，真是對自媒體來講，或對人嘅後生人來講，真係一個應用最好嘅一件事情。但是幾多嘅件事情嘅最源頭，我想請問一下小優啦，你這個當初係用嚟去學客話呀？其實講啲小學1年生嘅時間，我係學福佬話嘅。唔過啲1年生嘅時，我爸我教先學教嘅表達，佢就寫唔出去咧。嗰時我就上咗1年嘅客家話嗬。上台之後，才發現講，其實我對客話較有興趣咧。嗰時候就轉去問阿妹講，阿妹，做乜嘅我會對也客家話較有興趣？我係唔係客家人啊？阿妹就同我講，其實講我阿婆吼係來自南投貴新鄉嘅客家人。嗰時節才發現自家有客家嘅語言。後來嘅時節就係去考客語嘅初級認證嘅時節，佢就講我有談用說嘅能力。嗰時就講，我就去談嘅彭水玲先生嘅幸福台球線台東好了，讀到手講客，來去練習自家口語表達嘅能力，還有講我講出來，可以談別人講話嘅能力。後來講考中級認證嘅時節，佢就講我有一個寫作嘅能力，到後當然會談彭先生嘅節目，我就去發現講。佢啲 FB 上有講到佢開嘅一個同時客語寫作嘅一個課程，嗰時我就去參加練習自家嘅客語寫作嘅能力。到之後才發現，其實講客語文學嘅世界嘅動態，就慢慢咧就聽人欣賞咁樣學習下去咧。嗰一部分我有一啲佢特別嘅一啲想法嚟講，因為有啲人認為講，做乜嘅因為可能學默嘅語言會特別。方便冇那個歸宿舍，係因為可能以晚些時間，你可能有聽過，但是冇印象嘅啦。就是說你可能有聽過，但是你沒有記憶。後來你學習嘅語言嘅時候，你會發現到講，以前對入邊語言嘅嗰種印象會全部走出來。我想問一下，晚些有記得有聽過客話冇？啲閒時嘅時間，我有聽過阿婆、家婆同阿妹嘅對話。唔過佢哋嘅對話嗬，適當怪奇嗬，所以阿妹就會講，媽講，結果阿婆就用客家話來回答佢。啲時候阿婆講用客家話去問阿妹條嘅問題嘅時節，阿妹佢會談，唔過唔會講客話。佢就同我講，其實啲以前嘅時代係總唔得講客家話嘅，故所阿婆就冇教佢講。我後來啲學習自家學習客家話之後，佢咪俾我影響到，係唔係我做得將客家話潛進來？又係我學習客家話4年嘅時節嘅印象，咩同歡喜講，現下做得個再轉來學客家話，影響到身邊嘅客家人咁樣。親切的感覺，俾人後來是學客話嘅時節，會有一種同理。咁阿細姑，你係用學客話嘅？我從細我阿爸阿妹就客家人，佢都我剛出世，佢哋就老愛講客話。我就有點那種耳濡目染啊，就是從細就啲客家環境出世。潮濕嘛，用客話潮濕。係啊，嗰個阿妹啲音喺露台啊，噼里啪啦講親家，講過年嘅時候就冇個感覺。客話
骂人怎有嗰陣，有嗰種怎有味道。感覺？係啊係啊。咁爸爸係哪邊嘅行業啊？我爸爸，係哦，我爸爸咩係用嚟講嘅，應該從我阿公阿婆嘅故事講嘅。阿婆係時尚嘅行業，佢哋講線強。我阿公係花蓮護理嘅行業，佢哋講嘅係海料。嗰時候我爸喺客家，一下海料，一下線，就唔知喺學哪一片，我國小去上課嘅時間，去上行業嘅課，先生一直說，也係多係那邊客家，一下線，一下白線，一下南線，要海料，哦，先生個頭腦憋滾，唔知，我多係那邊行業。唔好似講係講係死海強啊！咁後來係用係開始學試演強嘅啊。哦，因為我國小開始就是先生講我，同我講就想要培養我嘅自信，上台嘅自信。嗰時候佢就講，阿切姑你可唔可以就去參加看下嗰個行業嘅演講比賽？嗰時我想嚇演講比賽，嗰乜嘅東西我設計配角，用雙語念起嘛，我就冇想啊，得大下咁多人，我緊張啊！嗰時候先生哦，真係也想起來真係請感謝佢，因為我嗰時有時驚啦，嗰時閒暇時間唔點啊嘅，後來先生一直鼓勵我去參加也行業嘅演講比賽，我一次比賽比到前年呢，我還有代表我台東縣去參加嗰個全國行業情景式演講。我唔錯係啊，其實觀眾朋友看到人會感覺到講，其實我哋咧後生人講客話講嘅暗流實在是冇簡單，因為我哋從頭以前會看到講，其實嗰度學生係我哋講用配的，好配去比賽配演講，但是頭多其實阿明古門嘅軌道其實成塊地步嘅一啲事情，但是你就看到我哋在地嘅兩個後生人可以用客話暗流嘅講出伊哋嘅想法，伊哋嘅故事。像今日嘅主題講客少年團，有部分我哋想問一下我哋咧以為嚇小友，從當初孬我成立伊哋講客少年團。其實講客少年團係啲去年前年嘅時間上來成立嘅，係因為我前進新馬去參加嘅客家青少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嘅時間，你就有一個細組嘅作業，就係講我去觀察嘅呢個青年團嘅時間，就有講其實啲台灣係看唔到有創年性嘅組織嘅，嗰時我進來之後，我就想。那係我將一個概念帶進來啲台灣，做一個講客少年團嘅話運用版咯。嗰時候嘅時節其實係有4位家長、7位學生嘅，我係從對廣播洋吹，還有文學洋吹嘅地步去前可能有啲學生嘅係對客家話有興趣嘅，較會講客嘅，啲後來你有判到嘅講客嘅法通，還有到嘅啲菜啲去推廣客家嘅法通之後嗬，就有國家度越來越多嘅人想去加入一個講客少年團，都有15個後生人加入之後啊，你就想一個大嘅團體，你就正式嘅同佢按呢個名咧。我到講客少年團，就係一條新人啊、後生人、宣傳師，還有講就會支持佢哋做客家事務嘅一條家長嗬，你就強下來去成立講客少年團，來去台東推廣客家話。嗰時我哋談講嚟嘅咩講客少年團地位，唔單止嗱後生人，嗬，其實話從你講嘅有家長有宣傳師嘛，嗬。佢相對啊，算是講客少年團地位，每個人嘅工作嘅分配係樣啊，每個人嘅角色係樣嘅呀。你有分家長組、宣傳師組、青少年組，還有兒童組。宣傳師嘅部分就係講，叫佢去指導你講客家話嘅正確性。比如講，其實你有啲後生年輕人咧，像你阿七姑沒有講到，其實嘅客家話有時間會冇正，冇出來反而直接就發過去嘅。嗰所以一條宣傳師嘅工作就係講。
教我哋去正確呢個客家話，還有講因為宣傳時地位，佢哋要負責教育嘅，要負責文學嘅，咩要負責當到無共用嘅，亦都有兩域嘅。故所其實啲做發通嘅時節，佢哋就做得提供當到專業嘅，亦都有知識本呢啲地。家長做嘅部分吼，就係講，其實有啲嘅家長佢唔曉講客話，咩唔知客家話通係乜嘅東西。故所佢就提供嘅素材嘅，也係同我哋開到嘅啲表演時節需要嘅東西，也都有幫助。新人嚟做嘅部分就係講，因為啲去推動國際表演嘅時節，我需要新人嚟。細嘅佢需要佢去演那非本劇地位嘅角色，嗰個一定要較簡單嘅發通，冇乜嘅冇出乜嘅像係剪接啊，也係講錄影片嘅發通出嚟本身人咧。你青少年因為你有嘅自媒體嘅專業嘅發通，還有講專業嘅知識，嗰個你嘅愛做嘅投入就係講去入相片入影片，還有講你要做自家嘅 podcast 平台，就係錄音去下鄉去調查去做田野嘅時節。你也就青少年出係講去聽書聲音嚟做，也就戲劇表演之外，你咩有自家嘅自媒體平台去上架啊樣。等於講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家嘅寫條啦。嗰時談到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喺我哋咧講客雙人團地位，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角色。但是我哋阿切古做乜嘅會講英文嘅客家雙人團咯。休息一下，我哋下檔節目阿切古即刻同講，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台東講客少年團嘅校友，還有我哋小白車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一定當初係用嚟學客話嘅。咁所以台節目地位吼，其實阿切古冇講講唔用係做乜嘅會加入我哋咧台東嘅講客少年團。因為嗰時間我還記得有一擺暑假，個彭水現場就來請我，還有我落台，我係講我嚟參加。啲暑假辦嘅廣播夏令營喎，我就想，廣播夏令營，作為訓練我口語表達，還有我上台嘅台風，一對我比賽來講，依從有嗰種，我就報名來參加咧。等一下，真係安尼哈，因為暑假大部分人都在打電動啊，佢做乜會參加夏令營？就最近係太閒咧。你這個冇想到講，冇用我哋打嘅手遊，我哋打電腦好，比暑假應該更好教。嗰時阿妹看我帶你對部卡，唔係剪影片，就啲畫數據。嗰時候，伊就講你中秋留喺度露台，叫我去參加夏令營好誒。你對部卡抄死你那個影片。看到安太上煩死人咧，嗰度參加夏令營啦。嗰啲夏令營地方，你這個學習到乜嘢東西啊？我啲夏令營地度，因為我對一個動態錄影，還有靜態翕相嗰度有興趣，還有剪輯影片嗰度，因為我國中嘅時間有學過剪影片，一次導演下。最近又開始學習用嘅拍影片，我說我啲個夏令營地度我學到，就是彭水先生有請一個推動採體嘅紀錄片嘅導演來教我哋上課，用嚟剪影片，還有拍影片。我說有高手指點，就是冇空用啦。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專家一教你吼，比你這個一啲慢慢嚟去練。學習到嗰度東西。係啊，就按用張位啲嘅盲點啲內面。冇錯。佢相睇下，同樣有講到講，其實當初做乜嘅會成立入去，我哋講講客少年團。佢像你兩位嘅係講客少年團地位，咁之間就係扮演乜嘅角色啊？因為你
用啥年纪较大，故所你就来负责讲自媒体嘅一个部分。你自媒体就分嘅4个人，就係我，還有另外一個來自大陸梅縣嘅一個後生妹，還有一個美國嘅後生妹，還有佢。佢同嘅美國嘅妹就係講，佢哋係負責 YouTube 嘅部分。我就係同另外一個人係負責 Podcast 嘅部分。除咗一個部分之外，你咪要下鄉去參加更多嘅活動，像係講搶救下發開作戰，還有講時尚版案嘅共學派對嘅夜遊活動，還有講你咪要去聽書客家五常嘅啲台動嘅表演。故所除咗6、7家嘅自媒體之外，我啲講客少年團地位負責嘅角色就係講聽聽夜遊人來去各種嘅推廣客家嘅活動之外，還會帶動夜遊細嘅細妹嘅細老太，帶動佢哋向下參與夜遊活動。教佢哋講，其實你啲參加夜遊活動之外你咪做啲學習翕表嘅相片創自家嘅自媒體平台樣。真是冇簡單哈，因為真是來自唔關喺台灣啦，台灣某個地方啦，是喺中國啦，甚至講喺度辦喺美國。其實喺台東嘅講學少年團體會訓練到嘅東西，其實嘛可以帶出去。咁阿細姑呢，睇佢條角色係乜嘅？我哋台翕相，錯，還有翕樣片，剪樣片，我就是去年哈利陽嘅時間。因為就是有頭前有講到嗰陣導演來教我哋剪樣片，佢就講我很有天賦，佢就知道你應該做去參加一個我哋台東菜體嘅比賽，按照光圈下的鹿野，一個樣片嘅比賽，然後想鹿野有乜個好翕，我就專門問我阿婆，因為我阿婆就是帶啲鹿野香水年嘅味，我就問阿婆，你也我翕埋個樣片，阿婆第一把喊我講，個熱氣球好冇？我喊佢講，冇啦，呀翕起來太價都低，冇乜個貼起咧，阿婆就想一下佢講，唔就豐年尊好咧，我講，豐年尊係乜嘅？阿婆就喊我講。就嗰個三條面有一隻河巴從嗰邊流下來，你唔知哦。然後說三條面河巴，雖然按到河巴嘅那一條，故說我就對主題感覺很有興趣。但發現到豐年尊就係我平常時間路過嗰個尊頭，其實我都冇發現到。我後來啲翕嘅時間又採訪了青島嗰個當地嘅客家人，因為佢雖然未算依度客家人帶啲嘅味，但發現到佢其實嗰其中嘅故事有挺神奇，還有聽到佢哋可以看嗰些很艱辛嘅過程。我其實剪樣片都剪到叫出來，太感動了啦！係啊，因為其實講到豐年尊他個人可能我覺得講係我哋咧我哋咧算是西部嘅豐年其實也唔係喺豐年嘅意思其實係希望講做好也係尊頭而可以表達我哋村莊幾豐富同時嘛會幾多不產，但是由於佢把幾特別嚟講，嗰種冇嘢豐年尊嘅話，他個人都冇辦法帶嚟呀，因為冇水年嘛。嗰個唔知個當初嘅翕也係樣片嘅時間，你先做功課冇？錯啊！嗰時我就先調查，我就先問阿婆講，喺個50年前水年也味就完全冇水，因為水年個天較高，個水落下來就全部流鐵咧。故所嗰時間旁上鎮也欣賞，然後記得村莊去到關山行了8公里去請水年。後來見到青島以後，再個從關山大家講好，你的屋卡幾多3人，就像你那喺屋卡有3隻細來，你也3隻細來都可以去熱尊的，老人、婦人家也係細人，就會聽書後勤補給，就是可能聽書記得送飯，嗰度。
热的工期咩天数几多准备，因为嗰些都政府冇补助啊，那像也下有乜个父母来，以前都很难申请啊，伊条就去甲拿乌卡抢乌卡乜个本机，就拿伊装石头，用单伊去热，真系谈8公里人工去热，哦，一真嘅。冇按改呢，冇按简单的事情。嗰时候其实佢年代吼冇嘛个跟我讲，佢用现代的工具的时间，然后其实这系的柜台的工厂，尤其係其实佢唔係的柜台的装的啦，吼，嗰时候其实你可以很多人冇按简单。吼冇按到，嗰時真係你看有三個世代，都下去做，啊其他啲人都真係做硬嚟講，好權嘅伊哋補習，吼唔單是係講係送飯啦，吼冇到其他事情嘅伊哋處理。嗰也部分吼，其實我會感覺到講，因為其實唔單止講要拍影片，嗰時去了解當地，咁做初中啊等咧啊有嘅嘛講一件事情嚟講，其實你嘛會以各地去做宣傳嘅部分。因為而家嗰高中生啊，唔做嘛，我想到講，唔可以擔入嘅工作。其實像講嘅時節，係冇乜嘅想法嘅，就去做嘢嘅 podcast，因為人認為，做得用 podcast 用客話講出我自己想講嘅話，啊主題咩冇限制，冇像廣播嘅用嘅嘛 ，podcast 係就講自己想講乜嘅就講乜嘅，嗰個我就想要係當好講，我就去思考啦。啊！啲後來嘅時節，就發現講，其實也做得做一個計劃，就係講，大家人用客話去宣傳一件事情。嗰陣我就請記，還有請到另外兩個細妹，還有啲位年紀較細嘅，想去指定拍影片，想去錄音嘅，去參加嘅廣播演出，還有講文學嘅演出。去訓練自己錄音，還有講寫作嘅一種能力。啊！啲之後講，因為越來越多人也講下上年台咩成立咧，故所我就想，我之前參與過一個客家嘅國際事務咧，啊對客家也兩邊沒有一定嘅了解，故所我就想參與一個其實算係一種使命感，就係講，啲自己嘅程度，像一種。以前的話，像一種阿婆嘅台，做唔得講客話嘅一種事情吼，啲藝也台結束咁樣。所以一般來講，我睇嘅學，比如講，一啲工作接標下來，你哋係用去分批工作啊？因為你會有判斷到嘅法通，愛根據目標用嘅體系去設計法通嘅內容。故所講，因為佢對水源體系、對磁場體系較了解，故所你去判也就發通嘅時節，可能就會請佢，也係請講帶啲磁場啊、帶啲灣岸、帶啲水源、帶啲風源，也就地方嘅也就小朋友你講下少年團嘅成員。分配工作嘅部分就係講，因為有啲位成員咧，佢較唔曉講客話，唔曉錄音，唔曉講我用嘅去採訪，我熟悉也就引導。故所我哋就會興趣就去做啲位較簡單嘅條路，就係講你係有講到我演一隻非本劇，嗰時人你就說咧拍一條聲音嘅主過去講，你做七八你做阿婆，你做聲音嘅，你做細妹嘅，有動作嘅角色本嚟寫，本嚟做得同。幾片嘅老人家，幾片嘅台下嘅觀眾朋友落去做嘅互動，你就係熟悉一條相片啊，熟悉一條新人哋啲同朋友互動嘅時節，剪做影片也係錄做 podcast，podcast 就係講出你深度有乜嘅想法啦，對看到一個人嘅想法係乜嘅，後生人嘅想法係乜嘅，影片嘅部分就係去展現講你台中有一群後生人，帶領一條新人嘅新傳師，向下合作落去做一件推廣客家話嘅事情，也係我哋嘅工作分配一樣。嗰時候人家後生嘅意思，真係如果提供，伊哋自己嘅擅長嘅事情，可以做乜嘅事情，同時亦可以把下事情做歸好。休息下我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內容哦。
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台東講客少年團嘅校友，還有我哋白車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定幾時節睇我哋呢講客少年團地位係負責乜嘅工作。哎呀，部分行我想問，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我哋嘅 podcast 嘛，所以一般來講嘅話 ，podcast 地位你就係錄音嘅時間，你即係要讀到乜嘅問題冇？啊，你係用去解決啦。其實一開始我做 podcast 嘅時間，先生係建議講，全部都用客家話來做一個 podcast。嗰時嘅時間就係先下個，就照定嘅客家話嚟講，因為嗰時客家話唔係當好，嗰時就照定嘅講，一直講。講到後來之後，我就拿本我嘅同學，還有拿本我身邊嘅人，拿本佢哋聽起之後同我講，你嘅聲音當好聽。講嘅咩當順，唔過聽唔順，全部都係客家話。我關係是用中文嘅一條學生嘅，叫做當好聽啦，唔過聽唔順就可以做音樂啊。嗰時後來嘅時間，我嘅阿姨就建議我講，冇你就做成較有教育性質嘅一種節目，所以講一段客家話之後，講一段中文。啲節目嘅最尾，個教大家哋嘅客家話，教大家哋嘅語言，可能人就按樣做嘅。唔過又發生一件事情，就係講，大家講唔個節目太長嘅，就變成講，聽嘅是客家話嘅人，佢強用嘅內容聽200。嗰時候後來最尾嘅解決方法就係講，我先講主要係用客家話做基本，中文就係講台語，就係講。用中文去解釋我哋下講嘅乜嘅困難嘅詞彙，一段主要啲講乜嘅，後來就慢慢咧，啲內容向做一個修改，就變成講，啲內容向慢慢咧講，其實你就得用其他嘅方式啦，用乜嘅無腔嘅方式，用乜嘅後生嘅方式去傳揚客家，用後生人嘅思維來去做思考一件事情。聽呢個問題就係冇人聽，因為客家性質嘅節目本來就較少人聽，嗰時候我哋要將一個呢個自媒體平台印做 QR code， 做一個明信片咁樣。做一個明信片，你有一個模擬燃油費嘅發通，燃油費較大較生態嘅發通就會有更多人來，嗰時候嘅時間就開始。本地嘅 QR code 講，做啲來談，做啲來談看啊！呢個podcast 做啲講乜嘅，呢個 YouTube 都係拍乜嘅咁樣。真是冇簡單，為到我推廣客話吼，真的是當我讀到幾多問題，一方面全部講客話時，一聽冇人談嘅是嘛？好，嗰種一般客話一般方言是有談是客話，變成有談兩邊，嗰是最尾拿到一個最中間的一個方法。其實係冇方法也秘密也改好啦，但是真是如談中田來啊！唔理解我聽來，嗰時這也係一個太陽人至少愛去開始去努力的一個事情啦。佢出講咯，你這個翕嘅樣片有人看冇？哎呀，冇幾多啊！我睇家聽書，睇家聽書來看。咁你翕樣片的時間有遇到乜嘅最困難的事情冇？我因為我係13年嘅13年公司啦，我要係第擺。來翕樣紀錄片的方式的樣片，嗰個我就有錢好困難，嗰時我原本想訪問我阿婆，因為我阿婆啲豐年尊嘅事情，我佢說冇翕我，佢講佢係後來將搬過來水年代，唔係一開始豐年尊啲夜嘅時間就帶啲嘅位。嗰時候佢較無按料嘅，嗰時候佢就向我小嘅佢嘅朋友，嗰個我原本就是訪問我阿婆嘅朋友，後來阿婆知道有些素材佢冇講到有啲可惜，佢朋友又轉去新竹咧，就結果阿婆尾來講頭前來同大家分享故事咧，再過後來呢？我去豐年尊附近翕到附近的樣片做素材，經過阿姨的屋卡，嗰時親家公，我親家公就從某邊田轉來，然後阿姨問我講，你條啲做乜嘅啊？我講我啲去過豐年尊，我來比賽
啊，你们嗰只亲家公以前有野國豐原村啊，也好，有野國豐原村的人來講，聽說最有感覺啦。我說後來原本我想啊，訪問3年就拉嚟啊，變到3年嘞。我說嗰時我啲見嗰時就啊，我要去到3年就怪難見啊，因為故事有一個脈絡嘛，我從頭到尾。啊，記得有冇聽錯？就是從頭到尾愛用天天的講。我說我先，然後記得3個樣片，看到改數以後，再去剪啲腔下。哦，也真係一模簡單。還有就是我啲剪樣片的時候，有遇到一個問題，就係哦，有條客家放喺湯姆士，也真係，嗰時我真係清勁咯，哇！就是就是嗰時我湯姆士就。我打電話幫阿婆老我解說到嘅個客家詩案用嘅翻譯成國語，我就想，客家話真嘅接上講，那係冇講，嗰條較有嘅詩就是親道地嘅客家話都會冇睇啦，就大家冇人講嘅話就唔會傳播我哋像我哋學生不。像我哋後3年，然後就湯姆士，然後就吃到輕口氣，嗰時候就我希望以後要做用樣片嘅方式，然後就更加多人還做認識客家嘅文化，咁樣。我相信也係最大問題係，你等於講，你一開始嘅時候，你選擇了困難模式，你。嗰時候一開始都翕紀錄片，因為紀錄片我哋像頭頭講嘅呀，唔可能能翕啲1-3年，你可能去2-3、3-4、4-5，哎，等於講嘅故事可能同一個故事哦，但是也講嘅面向冇同樣嘅時間，你都幾快剪，等於你講你把所有嘅東西一邊兩邊看清楚誒，那去剪冇同樣嘅東西剪出來以後，你可以剪出一片他講人看嘅時嘅紀錄片。可是等於講一開始都選擇了困難模式，我嘛冇辦法。但是我會感覺到講，你學習咗幾多？至少對豐原村呢件事情，你要年紀上下10年已經冇人難啲，冇絕對冇人比那個啲。然後天然你講，我哋講有客化呢件事情，客家有化呢件事情，我相信嘛學得幾多，而且一道東西唔係講人哋學教可以學得到嘅，因為嗰度係採天嘅人。習慣講嘅嗰度話，其實喺採天那學得到。喺節目嘅最尾啦，我想請問一下小友，你對未來呢有乜嘅計劃同打算嗎？其實講因為我嘅專長係文學嘅關係，故所我希望雖然一下同入講無限。我係做啲創作更加多嘅文學嘅作品，唔管係漢語詩，係漢語嘅文章，甚至係客新聞、寫客文嘅一條部分，我都希望寫下來做啲繼續用文字去記錄生活。啊，天一就係講，因為你現下你要做自媒體平台，你要用路嘅社交軟體去推廣你嘅講客少年團。不過，就係任一項，就係音樂。上擺就有請到一位來自屏東竹田嘅一位後生人，要來到台東去教導一條講客少年團嘅成員，還有其他台東嘅成員咧，按用音樂創出自家嘅模擬，創出自家新嘅想法。因為啲未來嘅時節，我哋做啲對音樂更加進一步嘅來去發展，來去推廣。第三就係講希望因為現在你咩年紀未比其他人較大，你會去讀大學，嗰時我希望大學之後係做得有機會，個轉來台東，再去同我自家嘅一條經驗，同我啲講客少年團地步要做嗰個事情，再傳播一條大下嘅一條寫阿妹嘅寫露台一樣。嗰時其實對未來來講，反正想要做事情嘛，佢多呢嗬。但是你真係都一步一步來做啦嗬。家姐講咯，有乜個想法？我未來想在翕青島，像就是記錄我哋客家文化嘅樣片。你要翕紀錄片咩？我後來就說哇，紀錄片真好，就是你其實翕紀錄片你唔是多，就冇像拍電影。你會幾千人殺你演乜嘅，你會演乜嘅，你會做乜嘅，唔是，你紀錄片你就拿起相機，唔管係翕相機還是手機，
你想迄就攞佢記錄起來，就對我一下來講係最方便，所以以方便的樣片形式。再來就係我想攞我的樣片，就做出來紀錄片，變到嗰隻網絡上，本很卡多人看得到，因為我發現到我的樣片，慢慢的有人看呢。受眾較細一些，比如說我上一擺剪好樣片，我要強迫推銷，我以後講，你要看我新剪的樣片哦，因為大家都知我當會剪樣片，就說哦好啊，就是我平常時會按樣做，就是本我同學看我新剪的樣片，佢哋一看，一擺風格冇咁樣，而且因為客家佢哋就。下課嘅時鬼團，用超啲橋下來看我嘅樣片，因為吃到也以後，也係算我拿樣片去本其他人看，那係人家從網絡上來看我嘅樣片，就唔會受到地區嘅限制，用大家都在很較了解，我希望我以後要做老個，我希望講，就我頭先有講我。會留個樣片用字幕把嗰個，那係你他們是客家話冇相干，然後佢翻譯成滾泥，滾泥唔係客話你咪做看的是，我想以後咪做留佢翻譯成英文，外國人你咪做很卡多認識嘅人，台灣也係也全世界的客家嘅文化。樣就唔會因為地區也係語言的限制，來變成講根本你唔係客人就冇法度來接受我哋客家文化，但係你根本你係美國人，你冇法度來接受我哋台灣的客家文化，樣就會本個客家文化推廣出去啦。係啊，大家人都很靠，就是大家人都會知我哋台灣有一件事情，客家文化係發生。20年前，我哋客家嘅前輩企喺我哋台北市嘅街頭，希望可以發我哋嘅母語。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嘅後生人，可以用自家嘅方法，用自家嘅工具，用自家最成熟嘅方法，去把我哋客家話推廣出去。我相信當初20年前企喺我哋台北市街頭，我哋嘅客家嘅前輩，因為感覺到會放心。今日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加入講台少年團哦。休息一下喎，等停下你先上來看下運動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